陳女士，睇翻你嘅驗血報告，血糖、膽固醇都冇超標，好穩定啊。但係點解你個樣好似好攰，冇嚟精神咁嘅？醫生，雖然我血糖同膽固醇冇事，但係我其他問題就大件事啦。呢排晚晚失眠，日日都唔夠精神，又會無端端成身大汗，好辛苦啊。陳女士，睇嚟你可能係內分泌失調。喺下次復診之前，我安排你抽血，順便驗埋荷爾蒙，睇下你呢啲情況係咪因為受到更年期嘅影響。唔該晒，醫生。我聽講而家驗血要開始收費，會唔會好貴㗎？係啊，由2026年1月1號開始，醫院管理局喺病理學檢驗服務引入共付收費模式，即係病人同醫管局各自負擔部分費用，目的係希望可以精準善用有限嘅資源，幫到更多有需要嘅病人。不過陳女士，你唔使擔心，雖然係共付，但係醫管局仍然會提供高度資助，大部分病人都唔會受太大影響㗎。咁我嚟緊要俾幾多錢㗎？病理學檢驗服務會實行3級收費，好似陳女士，你平時驗血糖、血脂、腎功能呢啲常規嘅病理學檢驗都屬於基礎項目，係免費嘅。如果好似今次咁要驗埋荷爾蒙，就係屬於進階項目，每種檢驗需要港幣50蚊嘅啫。而一啲比較複雜嘅檢驗，好似複雜基因排序測試呢類就屬於高端項目，每種檢驗就需要港幣200蚊啦。哦，即係我平時啲基本驗血就繼續唔使錢，但係一啲特定項目就要俾少少咁咯。冇錯啊，咁樣就可以確保醫療資源用得精準啲，令更多病人受惠啦。咁我橫掂都俾咗錢，醫生你可唔可以順便幫我驗多幾樣嘢㗎？陳女士，收費係會因應病人臨床情況，按照每種項目嚟到去計算㗎。就算冇額外抽血，都會按照檢驗項目嚟收費嘅，因為測試同報告都會運用到實驗室資源㗎。乜原來係咁㗎？仲諗住驗多幾樣可以着數啲添。陳女士，如果我哋咁樣做，咪會造成資源浪費咯。有需要先至檢驗啊嘛。咁又係，你講得冇錯啊。不過陳女士，你要記得咧，下一次抽血之前要俾咗錢先啊。你可以直接喺醫院嘅一站式電子服務站俾又得，又或者用 HA 高俾都可以㗎。咁即係未出血就要先出錢啦。都可以咁理解嘅。不過如果你嘅情況有變，而醫生判斷你唔需要檢驗有關項目，我哋會安排退款，又或者嗰日打風你出唔到門口，都可以免費改期㗎。明白晒，希望下次復診唔使再帶埋對黑眼圈嚟見你啦。